今日教大家煮嘅健康菜式係白肉雜菜粒湯。今日煮嘅係4人份量，材料包括冬瓜、急凍雜菜粒、瘦豬肉碎同清水。醃料就有鹽、糖、紹酒同白胡椒粉。調味料有鹽同埋白胡椒粉。將2兩豬肉碎放落碗，加入鹽1/8茶匙，糖1/4茶匙，些少白胡椒粉同埋紹酒1茶匙，攪勻。醃緊豬肉嘅時候，將洗淨咗個冬瓜去囊，切去皮，切粒。將冬瓜粒放落煲滾咗嘅4杯清水度，用中火煲大概30分鐘。冬瓜粒熟咗，就可以加入半杯已經沖洗同解凍嘅雜菜粒。加入頭先醃好嘅豬肉碎，攪勻。煲大概15分鐘。加入些少白胡椒粉，同1/4茶匙鹽調味，就完成㗎喇。呢道菜式嘅營養分析，以1人份量計算，係熱量128千卡路里，碳水化合物6克，蛋白質5克，脂肪1克，膽固醇12毫克，纖維素1.5克，鈉質241毫克。